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碧纯，欢迎收看精准养生重塑人生节目。睡眠呢，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休息的方式之一，不但呢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而且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但是呢，你睡得够不够，睡得好不好，这跟我们的健康也有很大的关系哦。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如何睡出健康新生活。现在就来介绍今天的贵宾，我们欢迎宏威科技集团研发管理中心的副总经理戴子清博士。你们好，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这边跟各位做一些有关功能性的一些人体改造的养生方法。谢谢博士。好，那其实呢，我们近年来啦，很多人都对这个睡眠很多人都有睡眠的问题耶。像我了解的，就很多人都睡不着，然后都会去求助这个睡眠的门诊然后甚至要吃安眠药。这样子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要先来请教博士到底睡眠呢，它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啊？好，主要是这样子，这个睡眠从以前演化到现在。当初动物为什么会养成睡眠的习惯？主要是希望动物呢能够借由睡眠安安静静的在那里休息，然后就不会到处乱跑，以免被别的猎物给抓到。那从演化到现在，我们就觉得很奇怪，睡眠只是这样子简简单单的一件事情吗？所以科学家经过多少年来的努力，在很多重要的期刊，他们终于发现睡眠很重要，它重要的方式对我们的帮助有哪些？第一个，把你白天努力曾经完成的事情做一个总整理，利用睡眠不该要的讯息全部都丢掉该要的就储存在你的大脑的神经里面另外一个呢，就是利用睡眠的时候呢，要帮你做身体的修复我们知道以后，我们了解睡眠对身体的修复，可是呢科学家在这些年来才终于发现，睡眠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大脑要利用熟睡的时候，我们的大脑才能够帮我们排掉在大脑里面的脏东西。我们会得到阿兹海默症或失智症，就是因为长期下来大脑里面累积了太多的垃圾排不掉因此呢，这些垃圾就形成了你脑神经的一个障碍，就损害了你的脑神经，就会得到一些老人的失智的疾病。那身体很容易比如说我认真运动，我会产生很多乳酸，或者是一整天累下来很多的毒素可以排得掉。可是大脑就好像你努力了一整天，你在看书，你这整个看书的过程，你就想成你的大脑在运动。那这样子，你的大脑一定会产生很多副产物，就是毒素。它怎么排得掉？身体很好排，到处都有淋巴系统。淋巴系统里面有淋巴液，它可以帮我们排毒。可是这个淋巴系统呢，望尘莫及，排不到我大脑里面的毒，所以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奇怪。那大脑怎么排毒呢？原来科学家才终于发现。大脑里面虽然不是淋巴液在排毒，它是利用脑脊髓液来帮我们排毒。所以这个脑脊髓液呢，科学家就把它比喻为是大脑里面的总管，是大脑里面的淋巴系统是大脑里面的淋巴系统。所以呢，我们就要利用熟睡的时候，很多的实验发现，你不熟睡，这个脑脊髓液无法进入你的大脑里面排毒那如果你熟睡了之后，你的大脑就可以排毒。那我就利用几张图片来做说明我们利用几张图片来做说明。首先呢，你会看到人为什么要睡觉？人睡觉的目的就是因为累积了太多的脏东西，该排就排，不要累积到2-3年之后才排，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得失智症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排毒啦。可是我们都晓得，身体每一个地方的排毒靠的都是淋巴系统身体每一个地方的排毒靠的都是淋巴系统。可是这个淋巴系统遍布全身，就偏偏没有在大脑里面
所以你排不掉。所以科学家就百思不解，那为什么大脑里面的东西从哪边出来？哦，终于才发现，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个叫脊髓液的产生。是你晚上睡着的时候，你晚上要睡着哦。你如果晚上不睡着，那就麻烦了，因为所有的动物实验也发现，不睡着，动物里面的大脑就不排毒。因为你晚上睡着的时候，各位会看得到，我们大脑在熟睡的时候，血液量会变少。我们一整天下来，白天都在工作，你的大脑的血液量就很多，所以呢就满满的。可是呢，你晚上一定要进入熟睡。你一旦进入熟睡呢，你就会看到你的血液量变少，那这些血管就有空隙了。我们的大脑有血脑屏障，血脑屏障它的目的就是阻止一些不该进大脑的东西不要进大脑，所以这个血脑屏障它也扮演着阻止脑脊髓液进到我们大脑清脏东西的一个角色。那怎么办？它进不去哦，还好。当你熟睡的时候，血脑屏障的血液量也变少，所以血脑屏障的这个空隙就出现了。一旦出现了空隙之后，脑脊髓液趁着你有这个空隙，血液减少，它就钻进去，钻进去到我们的脑神经，因为我们的脑细胞之间是有空隙的，就像家家户户周遭都有道路，要让垃圾车经过来收集垃圾。我们的脑细胞之间的空隙呢，你一定要熟睡的时候，这些空隙就会互相放大，让空隙变多。这个时候血液量又变少，脑脊髓液就从这个血管的空隙里面，通过血脑屏障钻进来。一旦钻进来，就把大脑里面的这些不要的毒物啊，像贝塔淀粉样蛋白或者是tau蛋白这些垃圾，赶快清出来，然后再沿着这个血管的空隙再出来，然后沿到我们头部，然后从静脉里面就排掉。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科学界的发现。他们发现你不熟睡不行哦。比如说我吃安眠药，安眠药完全没有熟睡，我们自以为睡着，其实根本就没有熟睡，可能连浅睡都没有。所以呢，吃安眠药的话，根本大脑不能进行排毒。因此统计显示，经常吃安眠药，将来得到阿兹海默症、失智症的比率就会变高。那知道以后呢，我们就来想一件事情，我们到处有心脏，心脏呢收缩，它可以让你的血液到处流动。可是我大脑没有心脏啊，那没有心脏，我的脑脊髓液怎么会乖乖的就进去脑部，然后又从脑部出来？是我大脑是有什么东西，仿佛有吸尘器，可以把这些东西吸出来。我们了解，原来是靠你晚上睡觉一定要有很好的呼吸。我们来做个说明给各位看。是一个好的睡眠一定要这样子，你的呼吸一定要顺畅。可是呢，我们如果选择市面上一些枕头，它的设计如果没有类似这样子的一种设计，那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呼吸会不顺畅。一旦呼吸不顺畅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借由一个好的呼吸，把脑脊髓液从大脑里面带出来，因为我要用一个吸力，那就要用呼吸。那这样带出来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毒就引出来，就可以排掉。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利用这个好的呼吸怎么排呢？各位就可以看到，因为你在呼吸的时候，呼吸，你在吸气，你的肚子就胀开，临时会产生这里一个负压。我们都知道，温度都是从高温流向低温，压力也是从压力大的地方流向压力低的地方。一旦我一吸气，我的肚子形成一个负压，那我的负压这里的压力跟周遭比就比较少，就比较低。那刚好我脑脊髓液所要带出来的排的毒，因为压力大，刚好往压力小的地方就会下去。所以呢，我利用呼吸，我就可以好像一个泵浦，一个虹吸管原理，一个呼吸，我就可以把里面的脏东西就排出来。那排出来之后，下一步到哪里？已经离开了人的脑部，那就好啦。下一步就可以到淋巴系统去排毒了。它就会把
这个脊髓液就会把排出来的毒就带到淋巴系统，借由淋巴液就排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了解有2件事，你要排大脑的毒，要2件事都做到。你一定要熟睡，你没有熟睡，你光认真呼吸也没有用，因为毒根本就排不出来，因为脑脊髓液你没有熟睡，它就不进去啊，进不去，根本就排不出来，你认真呼吸也没有用啊。那第二个呢？你就算熟睡了，你熟睡了，永远记得你熟睡了，可是你没有好好的呼吸，也排不出来。所以呢，2件事都要做到，既要能熟睡，还要能够呼吸。如果你2件事都没有达到的话，毒是排不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就要选择一个好的睡眠方式，兼具让你能够好的呼吸，能够在睡眠中使用。还有呢，能够熟睡。因此呢，我们就会借由一些科技的辅助的产品，让辅具类在你睡眠的时候使用它。比如说，一个好的枕头，它的人体工学使用的时候，可以让你进行像这样的方式，呼吸顺畅。那在睡觉的过程呢，我们呢又可以借由这个好的辅具，它本身有信息的功能，比如说安神舒眠的信息功能。这个安神舒眠的信息功能，它是一种讯号，它可以在我们借由这个辅具使用它睡觉的时候，这个讯号就作用在我们身上，引发我们身体一些好的化学反应的产生，我们就容易睡着。那一旦容易睡着，就深睡。一旦深睡，大脑的东西就可以借由脊髓液排出来。那下一步呢，我们又利用这个枕头好的设计，所以你在平躺的时候，你的呼吸非常的顺畅。你的呼吸很顺畅的时候，东西就会借由你好的呼吸方式就吸出来。因此呢，现在我们就要知道了，既然带出了大脑，流到了淋巴液去排毒，所以我们就可能可以再借由更多的辅具。我们希望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科技的方式能够帮助淋巴排毒呢？比如说信息能的眼鼻罩，你在睡觉的时候你戴在脸上，因为它有远红外线跟信息能，这些远红外线的能量又可以帮助淋巴的排毒。刚好你呢使用了这些科技的辅助，又容易把大脑的脏东西清出来，然后呢又可以在你睡觉的时候又排掉。那这样子呢，你长期有了这个好的习惯，你的身体呢在熟睡的过程，很多的血液从大脑减少，一定是来到全身。那它可能来到肝脏，来到全身做什么？做其他大脑以下身体的复原反应。所以呢，大脑跟身体全部都在做复原的事情。身体排毒，大脑也排毒。那这样子一整天下来，你的精神很好，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毒素在身体。这就是我们设计的主要目的。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减少了阿兹海默症的发生，减少失智症的发生。那这样子晚年我们就不会造成家人的困扰。这就是我今天要谈一个好的睡眠，如何利用一个好的辅具的一个重要的演讲内容。对，我们谢谢博士，然后博士一次就把它讲得非常的清楚哦。好，那就是包括说睡眠的重要性呢，博士也跟我们讲，原本我们都想说啊，如果没有睡好，顶多就是隔天精神不好啦，精神不集中啦，或者是说会黑眼圈长个痘痘啦，但其实不是这样哦。如果呢没有睡好的话，有可能之后会得到阿兹海默症、失智症等等啊，身体状况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我睡不好都只靠安眠药，因为如果你没有熟睡，也没有做好这个呼吸的调整，其实你就是不算睡好，然后身体会出很多状况。好，那接下来呢，刚才我们博士也有讲到了，你可以透过一些辅具啊，来帮助自己可以熟睡。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邀请宏威科技集团的总经理谢宗宪总经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要用什么样的辅具帮助我们做一个好的睡眠呢？来，欢迎总经理。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总经理，我们知道宏威科技集团针对我们要有好的睡眠，睡出好的品质，有推出了一系列的寝具，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做个介绍？我们为了让我们很多的
那个民众观众然后呢，让我们有很好的睡眠，所以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安舒系列。就是让我们好睡眠的安舒的系列，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刚刚戴博士有讲到的我们的安舒系列的眼鼻罩那我们戴着眼鼻罩呢，让我们帮助眼压降低啊，好睡眠的部分。那还有包括我们的睡眠最必备的就是我们的每天在睡的枕头，对啊，所以我们有推出安舒枕的部分。那安舒枕的话呢，它就会有。里面呢，它的材质的，它里面是石墨烯的材质，然后也是我们有加入我们睡眠的一个性机能在这里面。那还有我们的睡眠的时候呢，我们还有要盖的所谓的安舒毯的部分所以我们有加入我们的安舒毯。那睡眠的话呢，其实呢，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还有加入所谓的睡眠按摩袜。那这睡眠按摩袜很特别，就是呢，它有加入所谓的帮助我们人体睡眠的一些。在中影里面的穴道的部分所以呢，在穿着袜子的话呢，就是可以一方面穿着袜子，一方面可以呢借由那个穴位点然后让我们的整个身体的就是经络可以畅通，穴位可以畅通的部分，就会更好睡，对，会更好睡的部分。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像一般的话呢，其实安舒系列不是只有在睡觉的时候，不是只有在躺在床上的时候其实我们像一般，如果你外出旅游的部分，比如说坐飞机啊，或者是坐游览车啊其实在长时间的旅途当中呢，也是需要补充你的睡眠的部分所以我们就特别推出了这个帮助我们这些旅途中的睡眠的安舒的这个颈柱的部分。是颈柱就是围住的时候呢，会帮助就是类似在旅途当中呢，让你颈椎呢可以舒缓，而且都可以帮助在整个补充睡眠的部分，非常棒。对，很棒。对，那我们知道说，其实睡觉呢，这个枕头很重要。那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的推出各种功能的枕头，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挑选，才能挑选到适合自己的好枕头呢？其实市面上枕头有非常多种，就是其实枕头的话呢，有各式各样枕头非常多那像一般市面上的话呢，就是会有这种比较很多像有一般的什么乳胶枕啊，对啊，或者一般的所谓的我们叫就是没有像什么蝴蝶枕啊，像有那种蝴蝶造型的蝴蝶枕等等之类的其实好的枕头其实最重要是在于你的睡眠的时候能不能够撑住你的颈柱的部分因为其实我们的人体跟我们的人体跟我们的头部的一个最重要的连接点就是我们的脖子。那脖子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颈椎颈柱的部分。那很多人其实如果在睡眠的时候你的脖子呢，你的颈椎呢，你的颈椎呢没有非常好的一个支撑力，就会造成很多人像早上起来会落枕OK， 那还有就是睡眠品质不佳那血液无法从你的心脏通过你的颈椎，然后到你的大脑，就造成很多大脑缺氧，就是造成所谓的睡眠品质不佳。那睡眠品质不佳，很多人就会早上起来有睡，跟等于是没睡一样的一个道理。没错。那就会造成一些像头痛啊、偏头痛啊这些问题会产生所以我们如何让我们选择一个好的一个枕头的时候呢，就非常重要。那我们就特别来邀请一位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来试试看我们市面上的这一个枕头适不适合他的部分。好，就一般的这个乳胶枕就对了，这是一般的枕头的时候。OK， 我们先请一个工作人员，然后躺在这个床上我们试试看。OK， 好。那躺上去的时候呢，我们要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示范，就是呢，我们先来确定一件事，就是确定躺下去你的脖子有没有，你的颈椎有没有跟我们的枕头刚刚好是有一个吻合的一个状态有没有悬空的部分这是第一个步骤。第二步骤就是呢，我们要先看说这个枕头是不是适合它的部分，就是我们要测试一个叫做神经传导的一个部分。那所谓神经传导，就是大脑叫你的手用力，它有没有听话，可以用力一个传导的讯息的部分。那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示范，就是躺的时候呢，我们先把手 OK 先握拳，然后屈臂。
然后屈臂的时候呢，我等一下呢会把它轻轻，我等一下会把它往下面推，然后它撑住我，不要往下面推。那撑住我，然后不要往下面推的用意就是大脑叫它手用力，它就能够用得了力气。OK， 我们看看这个枕头的部分对它来说的效用是什么。OK， 好，出力哦，1、2 ，OK， 稍微会在这个地方。会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效用。那我们来看看呢，我们的安舒枕跟一般的这个枕头差别会在哪个地方呢？好，我们安舒枕把它放上去之后，那我们安舒枕的话呢，其实呢，它有分为三个高度，一个是12公分，在10公分，然后8公分的部分。那我们看看呢，第一个，它躺下去的时候呢，它的脖子呢刚好，它的颈柱刚好是贴合了这个我们的枕头安舒枕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再做一个示范。那我们握拳，然后一样。好，我们试试看它是不是针对这个安舒枕的这个信息的部分，跟它的脖子神经传导是否有这个效用在。OK， 我们试试看哦。好，出力哦，1、2、3，完全的推不动。哇！你要用力一点，你真的有用力来，我脸都红了，我有用力，脸都红了。再用力一次，我们来再试试看哦。来，出力哦，1、2，啊！这哇，整个力量是非常大的，代表说这个枕头对于他来说呢，它在神经传导的部分呢会比较畅通，那代表是它的气血循环也是会比较好的。那气血循环比较好的时候，它就会整个血流会比较好。那再来呢，就是我们一般人在睡觉的时候呢，通常很少人会躺得这么正一直睡着，睡这一整晚。所以通常都会有侧睡。那一般侧睡很多人都习惯的，其实都会习惯侧睡的是侧睡在左边侧睡的部分。OK， 好，这位工作人员，我们先做侧睡的动作，往这边侧睡。你一般侧睡的方式，那一般侧睡的方式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压迫到什么？压迫到我们的手。对呀。对，会压到手。那压到手的时候呢，它就会造成手的部分会有时候会早上起来就会麻痹，会麻麻的，会麻麻的。对。所以呢，就代表说血液循环不够畅通的部分。那我们一样的，在侧睡的时候，在躺的时候呢，它的脖子呢一定会贴合我们的整个安舒枕。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试试看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示范，就是看这个他在躺的时候呢，他的这个高度是不是适合他这个手整个枕头的高度。OK， 好，我们试试看哦。我们先比一个 O， 对。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也是做所谓神经传导，就是当等一下我把他手呢 ，OK， 我们把它打开，它撑住。不要让我打开，代表大脑叫他手用力，他能够用得到力气。好，我们试试看哦。好了没？好，来出力，1，来用力搬开。3，总经理很用力哦，有哦，搬不开，整个搬不开。代表它这个高度呢，其实是还蛮适合它的一个高度的部分。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个，我们再来呢，就是呢，我们其实是10公分，我们试试看呢，12公分的部分来试试看。把它翻过来，好，我们躺下来，好，我们再试试看呢，12公分是否也对于他来说是有帮助的？我们试试看哦，好了没？好嘞，出力哦，1、2、3，一样搬不开，一样搬不开，所以这个就对他来说，其实两边对他来说都是有帮助的。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有的人他适合10公分，有的适合12公分，有的是适合10公分，有的是适合12公分，因为每一个人的其实脖围的高度呢，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设置的是两个高度的部分，就是要适合我们大部分人他的所适合的一个高度。像一般女性都比较适合10公分的部分，男性都比较适合12公分的部分会比较多。因为肩膀厚度的关系，对，肩膀厚度的关系，是。对，好，谢谢这位工作人员的，OK， 那这就是我们整个安舒枕的部分的安舒枕的部分的一个示范一个示范。所以我们在选择一个好的枕头，就是要依照它的一个整个气血循环、神经传导是不是对它有帮助。OK， 好，谢谢。好，我们非常谢谢总经理帮我们做的介绍哦。好，那这样子，我们接下来请教戴博士啦哈。那你刚刚也看到说，我们总经理做的这个实验啊，那他感觉就是说，我们宏威推出的，它里面有信息能，还有石墨烯，所以其实好的一个辅具、一个寝具的话，它对于我们的睡眠是很有帮助的嘛。是的，因为科技的进步，就是要找出人类如何睡着。那人类睡着还不够，还要如何熟睡？因此呢，
我们会利用很好的像信息能的科技，比如说睡觉除了一个好的枕头，也要一个好的毯子，比如说信息能的毯子，那它有天丝，一面是天丝，一面是这个刷布，那刚好呢，利用它信息能的功能，有远红外线啊这些功能，你夏天你可以用天丝这一面盖在身上，冬天用刷毛布的那面盖在身上，所以一个好的毯子已经可以让你冬暖夏凉都可以使用。那刚好又配合一个好的枕头。那当然了，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在睡觉的时候，我们为了要让我们更容易入睡，我们可能会用一些信息能的眼鼻罩。那眼鼻罩呢，戴在身上，它让你的亮度减少，你的这个褪黑激素能够有效的发挥啊。那这整个过程，它完全是一个科技上的产物。一个好的科技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些目的，所以呢，我们希望不管是在座的每一个人，或者是刚好大家有这个机会能看到这个节目的人，都能够借由我们今天的说明，让你了解一个好的产品，一个好的辅具，它除了要符合工学原理啊，然后还要符合一些科技上有信号的信息能的功能、远红外线的功能作用在你身上，让你能够入睡。然后一个好的工学原理，让你又能够好好的呼吸。那这样子呢，你的睡眠品质一定会好。不然你的睡眠品质不好，你每天不好的睡眠品质，每天都在伤害你的大脑。这就是我今天要谈的。谢谢博士。所以呢，我们睡眠如果没有睡好，不只是这个简单的长痘痘啦、熊猫眼而已哦，你可能就是你的大脑会受损，之后阿兹海默症啊、失智症等等，甚至身体的各种病痛都会出现。好，那如果我们有好的睡眠，能够睡熟的话，然后能够配合呼吸，把自己睡得很好，身体会越来越健康。好，那当然今天我们也了解到了说，其实啊，你不用再靠吃安眠药嘛，对不对？吃靠安眠药其实不会熟睡的，甚至连浅睡都没有。那我们如果可以选择好的寝具、好的产品，有信息能的、有石墨烯、有远红外线的，帮助我们的睡眠会更好。那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身体会更健康，对不对？好，我们再一次谢谢戴子欣博士，谢谢您。好，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那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次再会喽。